回头继续来看，儿童确诊反动症的病例增加，所以家长是抢要予幼囡仔来做预防射。高雄67000剂 BNT 儿童的疫苗，明仔载要开始做。这个诊所接询问的电话是接甲抢软。若台南第一波有3万多剂到货，医药的系统嘛是一个开放无偌久，就去互抢定了咯。同款真抢市的，还佫有维生素、保健品等等的物件，定这个架仔顶拢互买甲空。没办法约哦，要采线上吃的。诊所会知影电话接袂离，大家拢是较来问做囡仔 BNT 的医药。他们的疫苗的询问度也非常的高。电话这么侪通，就是因为高雄明仔载67000剂5岁到10岁 BNT 囡仔预防射特别开始做，真侪家长听到消息，拢打电话来问。他说：“周遭的小朋友有打了，副作用比较小，所以就想说，那就干脆让他来打一打。”拢希望宝贝仔囝较早做到预防射，因为囡仔动症含脑炎的案例增加，同款心情超烦的，还有台南的家长。希望说就是政府可以多开一些单位或是机构，可以让小孩子打，不然小孩真的很难打，就是一开就秒杀。台南头一波教会33000剂儿童预防射，开放网络预约，无偌久，各诊所预约人数随摆满。那最后就是选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去打，大概车程要半小时。那囡仔预防射问的人变多，药局这类商品嘛卖甲真好。那目前我们维他命 C 也剩下加上这2瓶。含维他命的保健食品销甲无货，若发泡定前几工仔才打到货，嘛扣扫甲剩无几分。那家己药局、高雄药局嘛共款，货架顶本来摆甲满是的保健食品，含一寡家庭病药啊，即摆当选的嘛剩无偌济。给他订货，他一定说等6月中旬、6月底，所以一定会缺货啊。已经严重会让提升免疫力的预防射保健食品，拢变甲真抢市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